本所于112年7月14、15日、7月21、22日于花莲县东华大学美伦校区持续开办中高级认证考前辅导班，在此提供族人学习机会，借以培育更多的族语人才。那还是很欢迎，不管你是修离乡还是外乡的甚至外县市的同学都会有报名那也欢迎大家来。那我们公所一定还是会站在推动族语政策跟原民会这边同时这样子去推。在课程规划上，本所特聘2名学有专精且具教学专业之讲师，实施辅导及实作课程，内容包含族语基本词汇及听说读写各项测验试题练习，以及线上模拟试卷练习，协助学员熟悉考试题型方式及相关规定，充分做好应对考试的准备工作，必有助于考试当日完整发挥实力。借着课程能强化族群文化的认同及传承的使命感，根续带动本乡族语学习的风潮，落实推动太鲁阁族语言文化的教育推广与发展。秀林乡公所梅宣组报道。